大家好，我係小歪啊。今日介紹沙田帝都酒店嘅午市自助餐，就係呢間柏麗廳啦，可以由11點半食到2點鐘。而家有好多人準備入場啦。另外仲有下午茶同晚膳嘅自助餐，價錢分別係158同278。今日係假日，午市自助餐原價518，特價328，小童同長者仲免加1。我今次上網喺 KKday 訂就更加優惠，每位518買1送1，再加原價加1。呢度唔算好多位，但勝在坐得舒服，台同台之間都有好多空間感。重點嚟啦，究竟食啲咩先回到本呢？首選一定係美國生蠔啦，仲要即洗即開，保持新鮮感。每人每次限拎2隻。而喺蠔嘅隔籬就係長腳蟹啦，佢源源不絕咁供應，一啲都唔孤寒噶。拎完蟹腳就攞返啲龍蝦鉗先。除咗海鮮，比較特色嘅就係呢個北海道豚肉壽喜燒，仲有呢個美國極黑和牛即片即燒，薄薄嘅一塊，兩邊燒一燒，再落啲調味料，搞掂唔食得。每位只限拎1份。而牛魔王最中意就係呢個澳洲燒西蘭，刺身類比較少，只有三文魚、臘魚、希靈魚，另外仲有蟹柳同埋玉子。之後就介紹下熱食，差唔多都有20款，有清酒煮蜆、獅子頭、韭菜豬紅、龍蝦鉗、燒三文魚骨、豬頸肉、揚州炒飯、紅油抄手、雜菜煲。呢個咁得意嘅，原來俄國牛柳絲、口水雞、豬腳薑、意式肉丸、魚柳、炒雜腸、忌廉吞拿魚長通粉、上海粗炒、鴨掌、泰式咖喱。而西湯就有呢個南瓜湯，中湯有粟米豆腐羹，當然唔少得自助餐一定有嘅冷盤同沙律啦。估唔到有咁多款甜品喎。仲有多款飲品同埋 muffin 皮雪糕。飲品方面亦有水果茶、白桃烏龍茶、雪梨茶同埋颶風提子，另外都有咖啡機俾你自助斟。muffin 皮雪糕有6種味：vanilla、意式奶凍、朱古力、椰子、檸檬雪芭同埋焦糖。講咗咁耐，係時候攞嘢食啦，揀咗幾樣重點食品同大家實測下佢嘅質素。三文魚一碟有4件，唔係話好冰凍嗰隻，新鮮度就一般啦。杞子燉雞湯裏邊嘅材料有雞、豬肉、紅棗同埋杞子，燉嘅火候適中，個湯都幾好飲。呢個係即煎嘅極黑和牛，薄薄一塊，牛味唔突出，好似冇乜味咁，建議可以加多啲調味。澳洲西蘭扒大概5成熟啦，切開仲係粉嫩嘅，牛肉質地都幾滑嫩。呢個係北海道白華豚壽喜燒，好食到剩返一塊，本身一碗有2-3塊，仲有啲金菇同埋菜，豚肉唔會過熟，同壽喜燒食嘅味道非常之夾。之後試下大家好期待嘅龍蝦鉗同埋蟹腳，胡椒炒龍蝦鉗，雖然冇乜胡椒味，但係肉質都非常爽啖。第一輪拎嘅蟹腳比較細隻，唔會好鹹，仲有啲鮮味。第二輪攞嘅就粗身啲，但係有1-2隻比較鹹，水準唔太穩定。
凍嘅海鮮仲有蝦、青口同埋蜆，我拎咗幾隻蝦嚟試下。蝦係好新鮮同彈牙，而美國生蠔唔算話好大隻，你可以見到個比例係比檸檬再長少少。因為本人唔食蠔嘅，咁但係聽食客講其實一般啦。我拎咗幾款甜品試一試，分別有香蕉蛋糕、紫薯蛋糕、脆嘅忌廉卷同埋 Cannonet。紫薯蛋糕嘅紫薯味非常之淡，好似食緊一個忌廉蛋糕咁樣。試下呢個法國甜品 Cannonet，佢個外皮唔係脆嘅，而係好硬實，裏邊都一樣唔夠柔軟，非常之硬。以為呢個脆卷入面塞滿晒 cream， 點知咬咗一半，其實都未見到啲 cream。估唔到最好食嘅竟然係香蕉蛋糕。雪糕我揀咗雲呢拿味、朱古力味同埋意大利奶凍。雲呢拿味非常之淡，一啲都唔好食。而意大利奶凍因為紅桑子做嘅，咁所以有啲酸酸甜甜嘅感覺，呢個幾開胃。而朱古力味非常之濃郁，值得推介。呢個 buffet 最窩心嘅地方就係有呢個全程達意嘅心態券，你可以喺紙仔上面寫低一啲 message， 可以係一啲生日嘅祝賀說話或者一啲紀念日，跟住店員佢就會幫你寫上你指定嘅字，然後就放一個心態券落去。你睇下係咪好 sweet 呢？一切開心態券，啲朱古力好澎湃咁樣湧晒出嚟，可能擺咗一陣，個心態券唔係太熱，但係個味道相當之好，唔會太甜。嚟做翻個總結，每位連加一312蚊已經可以食到生蠔、長腳蟹同埋和牛，壓得住部分酒店嘅晚市自助餐，但價錢只係300頭。大多數美食水準都係中至中上，另外仲有呢個窩心環節，好適合一啲紀念日或者生日嚟慶祝。多謝收睇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啊，拜拜。